今日同大家分享一下美國嘅報稅啊，因為而家啱啱到咗美國嘅報稅期。咁咧，因為我上年嘅報稅咧係500幾蚊啊，咁我諗咧今年都係要自己嚟，所以咧琴日咧我就註冊咗嗰個ChatGPT 嘅會員。點解要註冊會員咧？如果你免費嘅話咧，你一日咧你只能夠上傳3幅圖同埋提10個問題，咁就唔可以用，所以必須要註冊個會員。咁佢個會員一個月咧就係20蚊美金。咁我註冊完 ChatGPT 之後咧，我就問佢就係話，我而家我要自行報稅，你可唔可以幫到我？咁佢話 OK 啊，冇問題㗎，我可以幫到你㗎。咁啊，然後就用 ChatGPT 幫我全程去搞掂晒所有嘅報稅。咁啊，我琴日點零鐘，晚黑點零鐘開始搞啊，搞到早上，大概用咗6個鐘頭。咁啊，可能好多人話哇咁複雜咁樣。其實咧喺我整個嘅報稅過程當中嘅話，我覺得係如果係一個普通打工人，你只有一份工嘅，只有一份 W2 嘅，真係簡單到不得了啊！即係如果你報過一次嘅話，可能下次嘅話，可能都係幾分鐘，可能都搞得掂嘅嘢，係非常之簡單。因為報過稅嘅話，其實喺我哋國內報過稅都係一件比較方便嘅事情。佢冇可能話設計得好複雜嘅，因為佢希望你每一個人都報稅嘅情況下咧，佢冇可能搞得好複雜。所以我相信呢一樣嘢，所以我就自己去操作呢一樣嘢。點解我搞咗6個鐘頭咧？所以今次咧呢個重點咧就係要分享呢一樣嘢，因為我先至發覺，原來一報稅嘅時候同 ChatGPT 一傾開，我先發覺，哇！原來我居然有好多份表要填，多到我自己都驚。點講咧？因為我上年咧我有開 Uber 啊嘛，咁啊，所以咧嗱，我學校一份工啦，Uber 啦，咁啊已經係2份啦，係嘛？咁啊，仲有一份咧就係上年我照顧爹哋嘅，咁啊即係州政府俾嘅一個福利費啊，即係亦都係 W2 嚟嘅。咁啊，跟住咧就仲有咩咧？嗱，我呢度已經3份啊，2份 W2，一份1099，Uber。咁啊，跟住咧就係證券帳戶。證券帳戶咧，我有2個。咁啊，證券帳戶咧就有2個咧，其中一個咧係只係存咗錢冇買嘢，嗰個唔使報。咁啊，另外一個咧係存咗錢入去，我買咗嘢，但係咧我冇賣出嘅。咁正常嚟講呢個係應該唔使報，但係咧原來係佢嘅分紅同埋佢嘅利息都要報。咁啊，所以咧一個證券帳號又要報咯。咁啊，仲有一個咩咧？我喺銀行嘅存款有利息又要報。咁啊，本身呢幾樣嘢加埋埋咧，就已經係證券帳號啦、銀行存款啦、照顧老豆啦、Uber 啦、學校啦，咁就已經5份。咁啊，本身諗住5份就已經做完啦，係嘛？原來唔係，因為我之前咧，我係買咗虛擬貨幣。咁啊，原來咧虛擬貨幣嗰度咧，咁啊當其時屎不行啦嚇，買咗落去，諗住虛擬貨幣同交稅冇咩關係噶嘛，係咪咁講？咁你買下虛擬貨幣玩下咁樣。咁啊當其時咧就有買出有買入有轉啊，即係比特幣轉嗰個ETH 嗰個叫咩幣啊？我唔記得咗啊！即係有轉下咁玩。咁啊當其時咧係蝕咗好多錢啊！咁我投入好少啊嘛，200-300蚊。咁啊而家得翻幾廿蚊嘅啫。咁啊同 ChatGPT 講，佢話呢個咧你都要報。咁佢話點講咧？就係話因為你有買賣啊，即使你蝕錢你都要報。因為點解咧？因為佢呢一間嘅公司啊，佢會每一年咧，只要你有喐動，佢都會出嗰個1099嘅。咁你都要報，因為佢呢個1099佢會報咗上稅局嘅話，如果你唔報咧，你同稅局嗰邊咧嘅嗰個報稅表係對碰唔到啊。
所以都係要報。咁啊，我最終咧其實係前邊嘅5份啦，全部做晒。咁啊，最終係做到比特幣呢一樣嘢嘅交易咧，我係做唔到，因為點解咧？佢呢間公司咧提示咧係3月17號，佢先至可以出呢一個報稅表，所以咧最後尾就卡咗喺呢一度，就冇再延續到最終嘅報稅。咁咧點講咧？喺整個過程當中咧，我都係咩咧？就係每一步首先問佢要用咩軟件，即係我而家呢種情況，我要用乜嘢嘅軟件係唔使錢嘅。你介紹一個你又識嘅軟件俾我，咁佢又介紹咗一個，咁一開始係介紹3個，佢推薦咗其中嘅一個，佢話你用呢一個會比較好，即係你有咁多種報稅模式，咁咧呢一款咧係免稅嘅，咁你用呢一個軟件，咁用呢一個軟件之後咧，咁佢然後咧佢教你喺電腦度登錄呢一個網站，咁喺我整個報稅過程當中，我會覺得係咩咧？因為呢個網站係英文嘅，咁我哋用Google 嘅瀏覽器嘅話，佢會幫我直接譯成中文。咁呢一個咧，喺譯成中文嘅過程當中嘅話咧，你去問 ChatGPT 嘅話，可能會出現有問題嘅。所以咧，如果大家想自己去報稅嘅話咧，其實係可以用AI 去幫你報稅。係啊，其實係真係好簡單。如果你係只有一份 W2 咁樣計，可能真係幾分鐘就搞掂嘅事情。完全就唔需要出去嗰啲揾嗰啲會計公司去做嘅。咁我好似上年我使咗500幾蚊，係嘛？即係話完全係可以通過 AI 去輔助你自己去上網報稅。佢會講俾你聽，你用咩軟件喺邊度註冊，然後一步一步教你。咁問 AI 嘅時候咧，因為你喺美國報稅嘅話，你問 AI 最好你拍攝嘅時候咧，係拍佢嘅英文版，然後問 AI 佢嘅理解會透徹好多嘅。你唔好將佢譯成中文，然後先至再問 AI， 因為谷歌嘅譯成中文咧，佢會有一定嘅誤差嘅，有可能 AI 會識別唔到嘅。所以咧，喺我嘅整個報稅過程當中嘅話咧，我會總結到一個問題，就係話你拍嘅時候一定要拍英文問佢，然後佢俾答案你就照填。每一份報稅表咧，你拍好先發俾 AI。咁另外咧就係話有啲報稅表咧，你好比如話我證券公司嗰份報稅表10頁嘅PDF，咁我就成個PDF 文件我就發俾ChatGPT，咁佢咧就係唔需要你將呢個10頁嘅FPD 文件打印出嚟再影俾佢，唔需要，你直接將整個 FPD 文件發俾佢就 OK 嘅。咁咧呢一個仲有一個問題咧，就係喺我整個報稅嘅過程當中，我會發覺咩咧？ChatGPT 佢嘅記憶有問題㗎，即係因為我係有會員啊，所以我可以一直問，我問咗6個鐘頭，但係咧佢嘅記憶俾我嘅感覺大概係1個鐘到嘅啫，即係你報咗一份，再報第2份，再報第3份嘅時候，即係佢前邊嗰啲佢好似唔記得咗嘅，有啲咁嘅事嘅。所以咧就係話，當你同佢問答嘅時候，你感覺到佢唔記得咗前邊嗰啲咧，你就再將你前邊嗰份嘅報稅表影落嚟發俾佢，佢就係啊，我唔記得咗呢一步啊，咁樣佢會出現啲咁嘅問題，即係佢個記憶有問題，佢記憶個時間比較短嘅嚇。即係如果好似我咁樣一步報成6、7份嘅話，我哋耗時會比較長，所以大家要留意呢一個AI 佢嘅記憶能力係嘛？即係佢一開始每一份表咧，佢係可以連續咁樣教你一路做落去，做啊，因為我好多份啊嘛，做啊，佢唔記得咗前面嗰啲噶啦，係嘛？所以咧，你就要將你個報稅表再發一次俾佢，佢就會記翻。所以呢一個咧就係我整個用咗6個鐘頭總結出嚟嘅經驗，就係所有喺美國或者係其他係嘛英國咩，如果你哋都係需要呢一個自行報稅嘅話，過稅啊，
其實係非常之簡單，你所有嘅問題咧 AI 都可以回覆到你，而且佢係真真正正係幫到你，可以完成整個報稅流程嘅，係嘛？就唔需要一定要去揾會計師事務所，係嘛？咁啊，如果以後嗰啲幫人報稅嘅，可能都呢餐飯都幾難揾嚇。咁啊，希望大家中意，係咁，拜拜。